嚟咯，你睇，哇，一杯涼水，一杯涼水，神紀念。我今日繼續咧講讀呢兩句經文啦。好，我們今天讀3段的經文。1、2、3。我要求多謝阿 Jam 啊，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，就是真理的聖靈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為不見他，也不認識他。你們卻認識他，因他常與你們同在，也要在你們裡面。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，我必到你們這裡來。還有不多的時候，世人不再看見我，你們卻看見我，因為我活着，你們也要活着。呢度短短嘅4句嘅經文，這裡短短的4段經文，點解耶穌重複又重複咁樣咧話俾我哋聽？為什麼耶穌會重複又重複去告訴我們？佢要差派一個咧第3位格嘅神。他要差派一個第3位格的神。有啲人叫佢做保惠師，有人叫他保惠師，有啲叫佢做真理嘅聖靈，有人叫他真理的聖靈。都喺聖經都係啱嘅。在聖經都是對的。有直接咧就話差派聖靈係嚟到我哋嘅當中。也直接說差派聖靈來到我們當中。我睇到我要求父喎。他說我要求父。一開始父同埋子同埋聖靈佢哋係合一嘅，睇唔睇到？因為開始父子和聖靈他們是合一的。耶穌喺2000年前喺世上走過。耶穌在2000年前在世上走過。40後佢升天。40後佢升天。40後他升天。佢話我要差一個人咧係永遠與你同在。他說我要差一個人要與你們永遠同在。當呢個聖靈嚟嘅時候，當聖靈來的時候，佢講得好清楚。他講得非常清楚。世人唔能夠接受。世人不能接受，因為佢唔明，佢睇唔見。因為他看不見，亦都唔認識，也不認識。我哋睇唔睇到聖靈當中啊？我們看得見聖靈在當中嗎？好，睇唔到啊，看不見。好多人都唔，世人就唔知道你講什麼東西。世人就不知道你在講什麼。但係佢話你應該認識。但他說你應該認識。而且佢話佢常與我哋同在。因為他說他常與我們同在。不但止同在，不單單同在，佢要住喺每一個人嘅裏面。他要住在每一個人裏面。聖靈係咪好好啊？聖靈是不是很好？耶穌有冇介紹錯啊？耶穌有介紹錯嗎？如果佢話邊度好食，你都會去啦，係咪？如果他說哪裡有好吃的，你都會去。但係佢話俾你聽呢個咧，佢會住喺你裏邊。但他這裡告訴你，他要住在你裡面。世人唔會認識，世人不會認識。但係我解釋俾你聽嘅時候，你應該認識。但我解釋給你的話，你應該認識。仲要住喺你裏面，還要住在你裡面。嗱，我哋唔係，我哋嗱喺度，我唔撇下你成為孤兒。我不撇下你成為孤兒。耶穌2000年前喺當中，你呢度有冇人見過耶穌啊？肉體上見過耶穌？你們在肉體上有見過耶穌嗎？有冇？冇啊。沒有。咁佢係咪留下一個單單一個記憶啊？2000年前單單一個記憶啊？他是不是留下一個記憶在我們當中呢？佢唔想我哋只係一個記憶喎。他不想我們只是一個記憶。所以佢話你係，如果我唔叫呢個人嚟，你係孤兒。如果我叫這個人來，他是孤兒。唔叫呢個人嚟咧，唔叫呢個保惠師嚟咧，你就係孤兒。如果我不叫這個保惠師來，你就是孤兒。同隔離話你唔係孤兒啊！跟旁邊說你不是孤兒。哈利路亞，你唔係孤兒哇！感謝主有佢派一個與我同在嘅上帝你啊！你不是孤兒，所以感謝主差派一個與我們同在的上帝在當中。佢話仲有咧，世人不看見我。他說世人不看見我。佢話不多嘅時間佢未升天啦，佢話不多嘅時間咧，世人咧就睇唔到佢噶啦。他說還有不多的時間，世人就看不見我。但係佢話你咧就要佢睇到我。但他說你應該看到我。我哋點樣睇到佢啊？我們怎樣看得到他？佢話我活着。因為他說我活着。世人唔會活着。世人也活着。但係你們也要活着。但你們也會活着。我哋點樣活着啊？我們怎樣活着？就係我哋接受咗佢呢個重生。就是我們接受了他的重生。耶穌喺復活
埋葬升天咪復活第二日就顯現俾門徒。所以耶穌在復活的第二天，他就顯現給門徒。所以你裏邊有一個乜嘢咧？所以你裡面有什麼呢？我哋裏面有個乜嘢？我們裡面有什麼？有個什麼的東西？有一個永生喺我哋裏邊啊！有一個永生在我們裡面。耶穌就係佢呢個復活嘅靈。耶穌就復活的靈。有一個復活嘅靈喺我哋裏面啊！有一個復活的靈在我們裡面。當然係藉着聖靈喺我哋裏面，因為聖靈係使耶穌復活嘅。當然是聖靈在我們裡面，因為聖靈使耶穌復活的。冇錯啦。所以我哋要認識佢。所以我們要認識他。當呢個聖靈與我哋同在嘅時候咧，當聖靈與我們同在嘅時候，我哋唔係孤兒啊！我們不再是孤兒。嗱，呢個唔係一個唔係一個提議喎。這不是一個提議。佢其實係一個命令嚟㗎。其實它這是一個命令。佢話你不多日咧，你就會接受呢個呢度啊。當真理嘅靈咧嚟到你嘅時候咧，與你同在。他說：當真理來到的時候，聖靈與你同在。其實我哋人一開始都應該有聖靈。所以我們人一開始就嗱，我哋睇下呢個好簡單啊！呢個聖靈點樣嚟咧？同父同埋子有咩關係啊？所以這裡看很簡單，聖靈怎樣來的，與父和子有什麼關係呢？所以耶穌想介紹俾你聽，教導你聖靈係乜嘢。所以耶穌想介紹給你，教導你聖靈是什麼。好，我哋一齊讀。所以你唔會抗拒啊，你會歡迎佢啊。所以你不會抗拒，你會歡迎他。而且你常常咧同佢一個更好嘅關係咧，佢可以幫助我哋。而且常常你與他有一個更好關係，他會常常幫助我們。每個決定咧，佢都可能夠咧係準確咁樣帶領我哋。每一個決定，他會準確帶領我們。同人嘅關係咧，亦都藉着聖靈咧可以和好。借着聖靈，人與人的關係，亦都可以醫治我哋身體嘅軟弱，也可以醫治我們身體的軟弱。好，我哋一齊讀。我們一起讀。起初，神創造天地，地是空虛混沌，月面黑暗，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。一開始咧，就當上帝創造天地咧，聖靈喺唔喺度啊？一開始上帝創造天地，聖靈在不在？在不在？在。神的靈運行在水面，所以神的靈運行喺水面。佢哋黑暗嘅意思係乜嘢咧？就咁啊。那黑暗的意思什麼呢？就是這樣子，即係冇方，即係冇嘢，好空洞淵面，係咪呢個叫做咩啊？空虛混沌。就是空虛混沌，就咩都冇啦。就是什麼都沒有。但係當上帝睇呢度啊。淵面黑暗，一個黑洞咁樣，就是淵面黑暗，就像黑洞一樣。但係神嘅靈開始運行，當神嘅靈開始運行，佢喺水面啊，佢開始創造啦。他在水面開始創造，所以上帝嘅靈一開始咧係與人同在，佢都係其中一個神，佢係創造者嚟。所以神一開始聖靈就與人同在，他是創造者的其中一個。聖靈運行在水面，佢話要有光就有光。聖靈運行在水面，他說有光就有光。佢係從上帝咧從無有咧變有嘅，所以我哋一定要知道咧，上帝係一個靈，我哋唔可以去用物質咧去衡量佢，否則你唔會明白。所以上帝說要有就有，所以上帝嘅靈不是用一個物質可以去衡量的。咁我點樣先可以領受到咧？那我怎樣可以去領受呢？其實就係咁簡單。就是這麼簡單。我上次都講過啦，就係咧一個領受咧個杯咧乜嘢都唔使做嘅，就係上帝咧倒咗落我哋嗰度咁。就我上次講過了，就是一個杯，你什麼都不用做，即係話我乜都冇做，倒下去就可以了。我姐姐啊Gemma就攞個杯水俾我啦，我只係接受啫。所以我剛剛什麼都沒有做，那Gemma的姐姐就拿一杯水給我，我就接受，就這樣子。我哋睇睇開始咧，上帝咧喺聖經裏咧只係吹咗2次。靈吹咗2次氣，所以在聖經上，上帝只吹了2口氣。我哋要好珍惜呢2口氣啊！我們要很珍惜這2口氣。當佢喺泥土裏邊做亞當嘅時候，當他將泥土造亞當嘅時候，佢唔曉動，佢唔曉諗，他不會動，不會想，佢冇感情冇思想，沒有感情沒有思想。開始上帝只係做咗一個外殼俾呢個亞當。上帝一開始做了一個外殼給亞當，而喺佢諗起肋骨裏邊咧，就
做咗夏娃，又係冇做一個。就是從他的肋骨裡面再造一個夏娃。但係呢個外殼唔要喐嘅喎。但這個外殼不會動的。亦都冇心跳喎。也沒有心跳的。亦都冇脈搏喎。也沒有脈搏跳動。但係咧，神話我用我哋一齊讀呢個好嗎？那我們一起來讀。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，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裡，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，名叫亞當。佢吹咗呢口氣，生氣裏邊吹咗落個鼻孔。他把這一口生氣吹進他鼻孔裡面，佢就變成有靈嘅活人。他就變成了有靈的活人。佢不但止活，他不單單活，佢係有靈性。他是有靈性的。靈性係嘅乜嘢咧？靈性是什麼呢？就係上帝佢自己嘅神明嗰個思想個做嘢嘅方法佢個就是佢嘅光，就是上帝做人做事的方法。佢係走正路嘅，他是走正路的。佢係生命嘅神，他是生命的神，係聖潔嘅神，是聖潔的神。嗱，當呢一口氣吹入去嘅時候係好緊要，所以這一口氣吹進去是很重要。佢就活起嚟啦，他就活了。第一次我上次都話呢個亞當夏娃原先係唔需要死嘅。所以一開始亞當和夏娃一開始是佢個肉體咧唔會腐敗啊，他的肉體不會腐敗的。佢哋亞當夏娃活到900歲。所以亞當和夏娃活到900歲。但係點解我哋會而家只有歲數有限呢？為什麼我們現在歲數這麼有限？呢個係靈氣吹嗰陣上嚟，呢個亞當活起嚟。這個靈氣吹進來，亞當活起來。不但只係肉體嘅活動，不單單是肉體在活動。人係萬物之靈，即係有呢個良知，有呢個叫做分辨善惡。是人就是萬物之靈，他有良知，有分辨善惡的靈。好，呢度點解個效果到而家人唔能夠永存呢？所以為什麼有個後果？為什麼人不能夠永存呢？我哋讀好唔好？我們一起讀。只是分辨善惡樹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你清楚未？清楚了嗎？呢個就係佢叫我哋唔好自己滅亡啊，唔好走即係唔好食呢個果啊，否則你哋有後果。所以他告訴我們不要自己走向滅亡，不要吃這個果，會有後果的。所以佢當天食了，當天嘅靈死了。所以他當天吃了，雖然佢活到900歲。雖然他活到900歲，呢個靈係好重要，這個靈很重要。使我哋有永生喺呢個靈啊！所以我們有永生就是這個靈。俾我哋保持行在呢邊咧，係從天上嚟幫助我哋嘅超然嘅氣息啊！所以我們可以走在這個靈裡面，是靈幫助我們。咁咩叫生氣咧？唔係激嬲個生氣啊！那什麼是生氣呢？不是發怒那個生氣，係上帝嘅氣息吹，一開始吹喺我哋每個人個鼻孔裏面。是上帝的氣息吹進我們每個人的生命裡面。做得唔錯啊！但係呢個靈離開啦，但這個靈離開了，所以耶穌要第二次俾人機會。所以耶穌第二次給人機會。聖經喺呢個創世記第6章話，人呢屬乎肉體啊，所以靈呢唔會永遠住喺佢哋裏邊。所以創世記在第6章說，人是屬乎肉體的，所以靈不會永遠住在你裡面。所以耶穌一復活第2日，佢就顯現俾人，同埋吹一口氣，再一次咧俾人第二個機會。有永生。所以耶穌復活之後呢，他就在人面前再吹一口氣，給人第二次的機會。佢未吹之前嘅話，你睇下我係咪經過呢個苦難然後咧係復活嘅，係真真實實嘅。所以他還沒吹氣之後，他讓人看看我是不是經過這個苦難，是真真實實的復活的。當時有好多人去見證。當時很多人去見證。雖然我哋而家未見過佢，雖然我們現在沒見過，但我哋憑信心啊！耶穌就話啦：如果你相信未見到而相信係有福的。所以我們要憑信心。耶穌說：如果你沒看見就相信了，你就有福了。然後佢講完呢個就係同佢哋吹一口氣。所以講的這話，他們就向他們吹一口氣。呢個咩氣呢？
這個什麼氣？係聖靈。是聖靈。我哋一齊讀啊，好冇？我們一起讀。說說了了這話，就向他們吹一口氣，說：你們受聖靈。所以佢係第二次啦，聖經只有兩次嘅啫。呢一次咧，佢叫我哋重生。所以聖經只有兩次，這一次他叫我們重生。當我哋接受呢個聖靈喺我哋裏邊嘅時候，亦都有接受主耶穌為我哋救主嘅，承認主耶穌為救主，我哋就有一個新嘅生命。當我們接受這一個聖靈，承認耶穌基督我們救主的時候，我們就有一個新的生命。點解要再講呢啲咧？因為我哋要一開始呢啲就係根基嚟嘅。為什麼我要再講這些呢？因為一開始這些就是我們的根基。人在唔在乎去進步或者去追求咧，係真係需要咧，聖父、聖子、聖靈都喺我哋裏面。人有沒有進步，需不需要追求，就在乎聖靈、聖子、聖父在我們裏面。因為唔明白嘅時候，我哋就用自己意思行。當我們不明白的時候，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意思去行，用我哋嘅情慾去行事。用我們的情慾去行。當聖靈禁止我哋嘅時候，我哋唔知道。當聖靈禁止我們的時候，我們不知道。求主幫助我哋。求主幫助我們。所以佢哋就吹咗呢個口氣，再吹一次。他就把這口氣再吹一次。所以佢話你要重生。所以他說你要重生。人老了點樣可以重生啊？他說人老了怎樣可以重生啊？佢話係肉體嘅，你只係喺肉體嘅，只係喺平行線走一次啫。他說你在肉體就是屬肉體的，在平行線。你可能好瀟灑咁走一回。你可能很瀟灑的來走一回。只不過係走一次。但只可以走一次。但係你屬於聖靈，你就屬於靈啊。你屬於聖靈的話呢，你就屬於靈的。你係有不但只有行，你仲有係 3D dimension， 有咧就同上帝有關係。你還有與上，你不單單是在平衡裡面，你還與上帝有關係。所以呢個靈係永恆。所以這個靈是永恆的。一定要有。一定要有。同隔離問下隔離，你重生了沒有啊？你重生了沒有？問問旁邊的說：你重生了沒有？你點知你重生啊？你怎麼知道你重生啊？在乎你係咪喺靈裏邊，喺靈裏邊重生。是不是在乎你是不是在靈裡面重生？所以佢唔係話你翻去母胎嗰度再生一次。他不是說你再進母胎裡面再活一次。當你接受聖靈、接受耶穌為你救主，你就重生。好重要。當你接受聖靈、接受耶穌的話，你就重生了。我哋再讀呢個。我們再讀一次。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，你們就不屬肉體，乃屬聖靈了。人若沒有基督的靈，就不是屬基督的。所以耶穌嗱，佢復活節咧，我哋今年喺5月4號。所以今年的復活節是在5月4號。到今天呢，已經係5個禮拜啦。到今天已經是5個禮拜。已經是5個禮拜。5、7、35即係35日啦。5月4號，3月5號。4月5號啊 ，sorry， 4月5號。4月5號。咁啊，35日。是35天。耶穌喺復活之後幾多日喺世上啊？那耶穌復活多少天在世上？40天。40天。佢叫佢等10日，呢個聖靈充滿5重節係幾時啊？就等他等40天，再等10天就是50天，就是五旬節。咁所以咧4月5號咧差唔多啦，24號咧第7個禮拜咧。所以4月5號到24號7個禮拜。就係喺歷史上咧聖靈降臨5旬節。就是在歷史上就是聖靈降臨，就是五旬節。呢樣咧，佢幫助我哋話聖靈咧係幫助我哋唔再行在肉體裏邊。所以聖靈就幫助我們不行在肉體裡面。我哋好容易會唔會我哋所有人做嘢都絕對啱？我們會不會每個人做事情絕對是對的？睇你有沒有？有沒有？咁咪冇啊？係咪？有時走錯咗係咪？沒有，是不是？有時候會走錯。所以我哋要靠聖靈幫我哋行在。唔好行在敗壞裏邊，肉體唔係唔好，唔係呢種咁嘅話有個身體唔係意思咁意思，肉體係敗壞嘅意思。所以我們要求聖靈幫助我們，不要走在肉體那個敗壞裡面，情慾嘅裏面啊，不要走在情慾裡面。只有聖靈可以幫助我哋帶
繼續走喺呢個光。所以只有聖靈可以帶領我們繼續走在這個光俾裡面。我哋上帝俾呢個啟示，我哋呢個光裏邊分析咧，我哋邊啲係啱，邊啲唔啱。所以上帝可以給我們在這個光裡面去分析哪些對，哪些是不對。所以我哋都係屬於耶穌嘅，係咪？所以我們都是屬於耶佢穌的。教你話你屬於耶穌啊！跟旁邊的說，你屬於耶穌你有的。耶穌嘅靈就係屬於耶穌。但你一定有耶穌呢個靈。屬於耶穌的，嗯但一定要有耶穌的靈。神係個靈，佢進喺我哋身體裏邊。神是個靈，他住進我們身體裡佢唔面。係肉體住喺我哋裏邊。他不是肉體住在我們裡佢面。吹咗就佢復活嘅靈進入我哋裏邊。他吹一口氣，復活的靈住在我們裡面。係非常之清楚明白。是非常清楚明第二白的。咧，呢個聖靈咧嚟嘅目的咧，那第二，聖靈來的目的，正係好似靈好似好抽象啊。有時候靈很抽象，所以上帝就將真理咧放喺聖經裏邊。所以上帝就把真理放在聖經裡面。聖經即係聖靈一定係講真理㗎。聖靈一定是講真理的。如果聖靈同聖經有出入咧，呢個靈咧唔係聖靈，唔係從神嚟。如果聖靈與聖經有真理跟聖經有分別的時候呢，就不是屬於聖靈的。使我哋明白，他使我們明白。我哋一齊讀呢個噃。我們一起讀。當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，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，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。呢個聖靈目的咧，使我哋更明白聖經。這聖靈的目的，想要我們更明白聖經。點解我哋好多時候好多聽人話啊，我一開打開本聖經就想瞓覺？為什麼我常常聽到別人說，我一打開聖經就想睡覺？好似聽又聽唔到入耳，好像聽也聽不進去。我哋最重要咧就係我哋叫咧聖靈開啟個眼睛。但我們最重要就是聖靈要開啟我的眼睛。但係有啲人咧嗒來嗒去，哇，好有味道啊！食完又食咁樣。但有些人越看越有味道，看完又想再看。因為就在乎你有冇聖靈幫助你去明了啊。就是在乎聖靈有沒有幫助你去了解。所以咧，佢會提起對你聖靈幫助你明白，提起耶穌講嘅一切。所以聖靈會幫助你去明白，提起耶穌講的話。有聖靈一定，世上有好多嘅靈啊。世上很多的靈。有聖靈一定有邪靈喎。有聖靈一定有邪靈。點解有啲人有邪靈附體啊？係啊。為什麼會有一些人？有啲人自己割自己啊，等等。為什麼有一些人自己傷害自己？所以我哋唔能夠相信所有嘅靈。所以我們不可以相信所有的靈。雖然呢個靈好有力量。所以這個靈很有力量。聖經話耶穌話末世啊，呢個魔鬼啊有能力啊，將呢啲火啊降落嚟。所以聖經上說，在末世，撒旦可以有能力把這個火降下來。但係你叫我哋唔好信啊，因為佢高舉自己，高舉呢啲咁嘅叫做神蹟。所以他叫我們不要信，因為他把自己高舉這個神蹟。神蹟係需要啊，神蹟是需要的。但係我哋都要高舉神，係咪出於聖靈做嘅事情呢？但我們要看看是不是出於聖靈所做的事。下個禮拜有機會咧，再播一段呢，就係佢哋當人接受聖靈嘅時候，佢有唔同嘅反應。所以下週如果有時間有機會，我們再播一段，他們接受聖靈嘅時候呢，有不一樣的反應。好，我哋再一次呢個聖經嘅真理嘅重要。好，我們再一次看聖經真理的重要。只有等真理的聖靈來了，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，乃是把所聽見的都說出來，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。聖靈有一個目的就係打開你眼睛。他來的目的就是打開你的眼睛。佢嘅意思就係佢照亮，好似一盞燈明燈咧，照落嗰啲聖經嘅時候，你明白。他好像一樣亮明燈一樣，照在那個聖經裡面，讓你明白。佢唔係憑自己講嘅。他不是憑自己講。所以你要熟讀聖經先知道佢係你呢個人講嘅嘢係從聖靈啊，抑或唔係咧？所以你要熟讀聖經，才知道這個是從聖靈來的，還是人來的。最重要就係聖靈咧會造就人。因為聖靈可以造就人，佢唔係批評人，他不是批評人，唔係佢話字句使人死嘅，他說字句使人死的，即係佢唔係用呢個律法咧去鞭打人，他不是用這個律法去鞭打人，但係佢話俾你聽律法，我哋冇律法，我哋唔知道我哋距離上帝個界限有幾遠。但如果沒有律法，我們就不知道我們離上帝有多遠。如果佢話你不能偷盜啊，你唔知道偷盜係唔好啦。
因為如果他沒有寫，你不可以偷渡，你就不知道偷渡是不好的。所以佢話呢個上帝聖經咧，使人活嘅，能夠安慰你，我哋行在神嘅旨意裏面。所以聖經就告訴我們，聖經是活的，叫我們可以行在神的真理裏面。好啦，呢個差唔多尾聲啦。好，這差不多是後面啦，後段啦。每一個字咧，好多字咧喺神裏邊有得解釋嘅。每個字在神裡面都是有解釋的。當然一就係神啦，係咪？當然一就是神，因為佢一開始就從無有變成有就係佢啦，係咪？因為一開始從沒有變有就是他。咁三字係咩意思咧？那三是什麼意思？有冇人知道三係咩？有沒有人知道？啊，三位一體。三位一體。個意思係咩咧？那意思是什麼？佢係一個完全嘅意思。它是一個完全嘅意思。冇錯啊！佢唔係淨係阿爸父，佢唔係淨係耶穌，佢耶穌差派聖靈。對，他不單單是耶穌，他是耶穌差派聖靈。父派子，子派聖靈。父派子，子派聖靈。所以你要明白聖靈，同要咧渴求佢啊。所以你要明白聖靈，還要渴求聖靈。正如你點樣渴求耶穌，正如你怎樣渴求耶穌，正如你點樣尊重天父，正如你怎樣尊重天父。佢哋三個咧係合一嘅。他們三個是合一係一的。個完美嘅，係一個完全嘅意思。是一個完全的意思。我俾個例子，耶穌話：我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耶穌說：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如果人唔藉着我，冇人能夠做天父啊！所以佢呢個權柄好大。如果沒有人借着我，沒有人到天父那裡去，所以他的權柄很大。經其他得唔得啊？經其他的，經其他宗教、其他神父得唔得啊？經其他宗教、其他神父可以嗎？因為佢哋有原罪。因為他們有原罪。只係單單耶穌咧為我哋死。只有單單耶穌為我們死。所以只有佢藉着佢啊，十字架呢個就係藉着佢能夠上天堂。所以只有借着耶穌這個十字架可以上天堂。所以非常之重要。所以非常重要。好基本，但係要基本弄得清楚。雖然很基本，但是我們對基本要很清楚。所以你揾到條路，並不表示你知道點樣行或點樣選擇。你找到這條路，但是不一定你會知道怎樣去走。你知道真理點樣行，並不表示你有耶穌嘅生命咯。你知道真理怎樣行，但不代表你有耶穌的生命。所以耶穌道路、真理、生命係一個完整嘅一個方向俾我哋。所以耶穌說道路、真理、生命是一個完整的一個方向。嗱，正如咧摩西嘅會幕咧，亦都係好簡單話俾我哋聽咧，有三樣嘢。正如摩西的會幕有很簡單有三樣。所以三就係上帝嘅完全嘅目的，要我哋咧俾最好嘅我哋，俾我哋完美嘅。所以三就是最完全的意思，上帝就給我們最完美的。有人問：你知唔知摩西會幕分邊三度咧？有人問摩西的會幕分哪三種呢？試試嗱，會幕有三個地方，叫什麼？會幕有三個地方：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。講笑。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。即係開玩笑的。有時上帝創造我哋，亦都係三樣嘢，我哋每個人都有三樣嘢。所以上帝創造我們也有三樣東西。係乜嘢啊？是什麼？我哋每個人有三部分。我們每個人有三部分。啊？什麼？有三部分，每個人。每個人有三個部分。靈魂體冇錯啦。靈魂體。你今日有冇身體喺度啊？你今天身體在不在？有啦，最容易噶，明白啦。有啊，看得見啦，很明白。你個魂喺咩度咧？你的魂不在。魂係關乎你嘅思想同埋你嘅感情。魂就是關乎你的思想和你的感情。所以我哋個外殼係裝住一個你睇唔到嘅嘢。所以我們外殼是裝的一個你看不見的東西。係有喺度㗎。是有在裡面。呢個魂喺度啊！你唔開心咧，你知道，即係你會表達出嚟。你的魂是在裡面的，你不開心，你會表達出來。今日歐太好開心，佢又表達到出嚟。所以剛剛歐太很開心，他也表達出來了。你開心，你會表達到出嚟。你開心，你會表達。但係仲有一個靈。但還有一個靈。係每個人嘅深處。就是在每個人的深處。就係上帝呢個空洞啊！就是上帝這個做咗呢個空洞，除非你個有上帝嘅靈咧，人會滿足。所以裡面有一個空洞，如果上帝的靈在你裡面，你會感覺滿足。而且你呢個洞你要不斷咁樣加添。
而且這個洞裡面又不斷的加添上帝嘅靈。加添上帝的靈在裡面。呢度三部分就係外院，這裡三部分就是外院，呢個咧叫至聖所，這裡是係咪呢個叫聖所？這裡是聖所，跟住一個咧，是聖所，佢先至能夠係完全。所以這樣才是完全。神喺最深處，神在最深處。如果你單單嚟到呢度啊，如果你單單來到這裡，呢個咧預表洗禮啊。這裡是預表洗禮。呢個預表嘅屬羊嘅救恩，你就接受咗耶穌嚟洗禮啦。這是你接受羊的耶穌的救恩，接受你就洗禮，能夠進入呢個幔子啊，否則你睇你見唔到裏邊有乜嘢。你就可以進到這個幔子裡面。咁佢裏邊咧有陳設餅同埋有金燈台。裡面有陳設餅和金燈台。就係講聖靈咧個光照啊！你睇到呢個餅啊，睇到聖經嘅意思係乜嘢？所以就是聖靈的光照，你可以看見這個餅，看見聖經裡面。呢個金台就係聖靈啊。這個金燈台就是聖靈。所以佢話呢個有呢個油喺度，點得起。所以那裡有油可以點起來。最入邊咧就係上帝嘅叫做至咩啊？至聖所，但係裏邊有乜嘢喺度啊？約櫃。約櫃冇錯啦。在至聖所裡面約就有約櫃表示上帝嘅同在。約櫃就是表示上帝的同在。所以係有三步。所以也是有三個。你如果淨係出去入去第一步得唔得？你進去第一步可以不可以？見唔見到神？看不看見神？你同隔離講你見唔到神啊！你跟旁邊說看不見神的。你要三步都完成。你要三步都要完成。所以佢好快啦。好，上帝咧有三個節期冇錯啦。所以上帝有三個節期。但係咧佢有四個咧聖會要人守嘅。但他有四個聖會要人守的。我哋讀一讀。我們一起讀。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曉諭以色列人說，耶和華的節期，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節期。6日要做工，第7日是安息日，當有聖會，你們什麼工都不可做，這是你們一切的住處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。耶穌係好寬容，上帝好寬容，好祝福。上帝很寬容，很祝福，好包容，很包容。但佢只係有一兩樣嘢咧，佢係命令我哋要做。但只有一兩樣，他是命令我們一定要做。舊約咧就係叫我哋要守聖日。舊約就要我們守聖日。你6日開工，你6天上班，夠了。夠了。唔係上帝要休息喎。不是上帝要休息哦。係你要休息。是你要休息。當你休息嘅時候，當你休息的時候，上帝又再一次咧同上帝嘅靈咧接觸咧，你會復興。所以再一次休息嘅時候，你與上帝的靈接觸，你會復興。人會咁暴躁啊！人沒有那麼暴躁。身體又唔會咧特別軟弱。身體也不會這麼軟弱。唔會生病啊！不會生病。你呢個安息日咧，你係享受咧上帝咧俾人啊男女啊老少啊呢個天倫之樂。所以安息日就是給男女老幼去享受這個天倫之樂。所以呢個安息日咧，佢想，但係咧唔係單單就喺屋企放假，但係咧佢想我哋聚會。不是單單在家裡放假，他想我們有聚會。就係因為咧，佢想我哋聚會嘅時候出現俾我哋。因為他想我們在聚會嘅時候，他想顯現在我們當中。所以聚會個最大嘅目的咧就係遇見神。所以聚會的最大的目的就是遇見神。你未必中意啲歌或者邊個分享，但係如果你目的係想話神啊，我嚟到我要遇見你，你就好成功。所以未必這些詩歌你喜歡聽，或許這個人的講道你喜歡聽，最重要就是神啊，我要在這裡遇見你。我能夠聽到你一兩句説話，我能夠聽到你一兩句話，帶着你嘅靈咧離開呢度，帶着人靈離開這裡。你下個禮拜咧就好平安，你下一週就很平安，又滿有能力，滿有能力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呢度咧，但係呢度三個咧一定要我哋守嘅。但這三個一定要我們守的。上帝有好多嘢，但佢俾我哋好多嘢，但係佢只係叫我哋呢3天咧要守。上帝給我們很多，但是這3篇我們一定要守。我們一齊讀好唔好？我們一起讀。你們一切男丁要1年3次朝見主耶和華以色列的神。我要從你裡面趕出外邦人，擴張你的境界。
你1年3次上去朝見耶和華你神的時候，必沒有人貪慕你的地土。佢講呢個3個咧，好有原因嘅。他講這3個非常有原因的。第一咧，佢想你咧知道咧，佢係供應者。第一，他想你知道他是供應者。佢唔想你成日擔憂。他不想你常常憂慮。佢話我耶和華話佢祝福係沒有憂慮。他說耶和華的祝福是沒有憂慮的。咁所以我哋要喺佢同在嘅時候，亦都聽佢嘅説話咧，咁去行。所以我們要在與他同在的時候，要聽他的話語。如果我哋調亂咗佢咧，會有調亂嘅後果。我們如果把它混亂了，會有混亂的後果。佢想我哋遇見佢，佢供應者。他想我們遇見他，他是供應者。同埋同佢親近，同佢嘅關係越來越好。還有與他親近，與他關係越來越好。佢又同我哋説話，同我哋嘅啟示。他又對我們說話，給我們啟示。就同我哋解決好多嘅難處，幫我們解決很多的難題。所以呢3個咧係喺屬靈裏邊都有意思。所以這3個在屬靈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以色列咧係仍然不斷咁樣守呢3個節日。以色列人還仍然守這3個節日。當佢哋守呢3個節日咧，佢嘅國家係最富強嘅，冇人打得低佢嘅。所以當他們守這3個節日的時候，他們的國家很富強，沒有人可以打敗。佢哋係最聰明嘅，但係啲好多地方咧都沙漠咧都做唔到嘢啦，但係佢哋咧係最豐盛，使沙漠成為泉源嘅。所以他們犀唔犀利？所以他們很聰明的，他們的地方都是全部都是沙漠，但是他們可以將沙漠變成泉源。唔係佢哋聰明，係上帝嘅同在同埋俾啟示佢哋。不是他們的聰明，是上帝與他們同在，給他們啟示。但係當佢哋背叛神嘅時候咧，當他們背叛神的時候，上帝亦都會懲罰佢哋。上帝也會懲罰。所以佢亡咗國2000年啊！所以他們亡國2000年了。但係神再一次咧，使到佢哋復國啊，冇可能。但神喺人裏邊可能冇可能。但神再一次讓他們復國了，在人看為是沒有可能的。而且佢哋係，如果佢哋行得啱咧，係戰無不勝。上帝同佢打仗。如果他們是走得正確的話，上帝會跟他們打仗。佢話你啊，佢係我眼中嘅同人啊。他說你是我眼中的同人。你掂佢咧，就掂到我。你看見他就看見我。點解美國嘅要同以色列支持佢哋咧？為什麼美國要支持以色列？佢話：如果你祝福以色列咧，我就會祝福你。他說：如果你祝福以色列，我就祝福你。咁你話佢哋亂做都得啦，上帝一路祝福佢啦，咪好唔公平？那他們亂來都可以啦，上帝不斷地祝福他。唔會㗎，不會的。當上帝審判呢個國家嘅時候，佢自己咧，佢會審判得非常之嚴厲。如果上帝要審判這個國家的時候，他會審判得非常的嚴厲。但係同時咧，佢嘅愛咧係直到永遠唔會丟棄呢個以色列。但他的愛是直到永遠，不會丟棄以色列。而且第二次耶穌再嚟嘅時候，我哋帶我哋一齊嘅喺橄欖山。所以耶穌再來嘅時候，帶我們一起會去到那個橄欖山。所以呢個國度呢個國家咧唔會滅亡。所以這個國家不會滅亡。第二就講五旬節就係聖靈充滿。第二就講五旬節聖靈充滿。呢個意思第一咧就係耶穌已經受難啦、逾越啦，我哋唔使死啦。所以第一就是耶穌已經受難了、逾越了，我們不用死了。唔需要受審判啦。不再被受審判。因為我哋相信耶穌會成為我哋嘅罪人。因為我們相信耶穌已經成為我們的罪，所以叫逾越節。所以叫逾越節。跟住有五旬節。跟住上個星期三、星期二我講過少少。跟住就到五旬節，上週三我講過一點。呢個我哋仲有咧我哋話呢個第5個禮拜，仲有2個禮拜咧，真正咧佢哋咧去因為有人咧喺美國咧就慶祝呢個五旬節嘅。所以再過2個禮拜，就會有人會在美國會慶祝這個五旬節。五旬節就係聖靈充滿。五旬節就是聖靈充滿。最後嗰個叫咩？叫住棚節咧。最後一個是住棚節。就係想我哋成長，就是想我們成長。得到聖靈之後，我哋要聖靈嘅果子。我們要聖靈的果子。我哋有一個目標。我們有目標。唔好停留。不要停留。要 mature， 要越嚟越成熟。要越來越成熟。好，嗱，五旬節呢度做咩咧？那五旬節在做什麼呢？因為咧有人
2個禮拜後洗禮啦。因為有人2個禮拜後洗禮啦，但係洗禮一定要有明白，洗禮一定要明白，呢啲全套咧，上帝咧係預定你去接受嘅，所以這全部都是上帝預備你要去接受，佢唔係提議啊，他不是提議，佢要我哋咁樣做。他要我們要這樣做。當天有3000人咧問彼得啊，點樣做啊？當天有3000人問彼得怎樣做，彼得就同佢哋回應說：彼得跟他們說，我哋一齊讀啊！我們一起讀，你你們個人要悔改，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們的罪得赦，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。呢個3就係上帝一開始就想人有得到呢個圓滿嘅幫助。所以一開始上帝就想人得到完美的幫助。洗禮對付我哋舊時嘅罪，血對付洗淨我哋以前嘅罪。洗禮對付我們舊時的罪，血洗淨我們舊時的罪。但係我哋要繼續前行呢，就要靠呢個聖靈。但我們要繼續前行，就要靠這個呢個靈浸啊，呢個靈洗就幫助我哋前行，直到咧我哋見到耶穌為止。這個靈的洗禮就是幫助我們繼續前行，直到見到主的日子。所以講俾我哋聽，一開始要3部曲。所以一開始我們有3部曲。如果你洗禮你唔悔改，洗禮冇用。如果你洗禮不悔改，洗禮沒有用。咁悔改咩意思啊？那悔改什麼意思？悔改就係我哋之前行自己嘅道路。悔改就是我們之前走自己的路。而家我哋願意行上帝嘅道路。現在就我們願意走上帝的路，接受咧聖經俾我哋嘅教導。接受聖經給我們教導。就放下以前嘅生命啦。就放下以前的生命。追求咧新嘅生命。追求新的生命。未得完全，但係要繼續努力。未得完全，但係一開始你要知道你曾經悔改過。當一開始你要知道自己曾經悔改過。你之前係世人，屬於世界。你之前是屬於世人世界的。而家我屬於天父，屬於耶穌。現在我屬於天父，屬於耶穌的。我係天國嘅子民。我是天國的子民。點解天國子民有天國嘅文化？天國的子民有天國的文化。你嚟到美國咧，要學一啲之前你中國嘅文化唔同。所以你來美國跟之前中國香港的文化不一樣。嗰啲呢啲文化都唔緊要。但這些文化不重要。但係天國文化係永恆嘅。但天國的文化是永恆的。我哋要學到嘅。我們要學到。譬如我哋溫柔忍耐。良善一定要有，我們的溫柔良善忍耐一定要有。之前我自私自愛貪婪咁樣。之前我們自私自愛貪婪。而家咧我改變咗。現在我改變了，所以有新嘅生命。所以有新的生命。跟住我哋受洗啊。跟住我們受洗。受洗就你落水嘅時候埋葬咗你嘅舊人。受洗嘅時候下水就埋葬你嘅舊人。如果我哋成日都有舊嘅拖住咧，如果我們常常有舊的拖着，好困難，很困難。所以個受洗咧就係將呢個舊人咧，好似羅馬嗰啲嗰啲懲罰咧，將呢個舊人咧切開咗。所以我們受洗就是把那個舊人，好像羅馬帝國啊，羅馬人帝國那個舊的切割開。懲罰咧，將一個死人咧綁喺一個生人身上。所以他當時就把將一個死的人綁在一個活人的身上。咁佢好快咧就腐蝕咗呢個生嘅人。那他就很快就把那個活的人腐蝕點啊？撐死了。除非你剪開咗佢。除非你把它剪開。釋放咗呢個舊嘅。要釋放這個舊的。係咪遲早嗰個舊人咧就俾嗰個新人咧俾舊人食咗㗎？如早晚就會那個新人就會把舊人吃掉。求主幫助。求主幫助。即係呢個就係所謂受洗啦。這就是所謂我們的受洗。歸入教會嘅一份子，歸入基督。歸入教會，歸入基督。第3佢叫我哋接受聖靈。第3就叫我們接受聖靈。第3步完全。第3步就是完全。OK， 咁我哋問下，好，最後2個聖經，我哋一齊讀。好，我們最後讀2段聖經。耶穌受了洗，就在他從水裡上來的時候，天開了，就看見神的靈像鴿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所以上帝做咗一個好好嘅榜樣。所以上帝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。佢冇罪，但係佢有被受洗。他沒有罪，但是他有被受洗。當佢
喺水裏起嚟嘅時候，佢話聖靈好似鴿子咁降喺佢身上，當他從水裡上來的時候，聖靈像鴿子一樣降下，所以佢係有聖靈嘅充滿啊！所以他是不是有聖靈的充滿？佢順服阿巴父嘅旨意。他順服阿巴天父的旨意。咁我哋順唔順服咧？那我們順不我順服啊？哋知唔知道呢三樣嘢係好嘅咧？我們知道這三樣是好的嗎？我哋要靠著呢個順服咧，先至領受，同埋信心咧，先領受到呢啲咁大嘅祝福。我們靠着這順服和信心，才可以得到這麼大的祝福。呢個係從天降下嘅，這是從天降下的。神嘅靈係天降下，唔係人可以俾到你。神的靈是從天上降下的，不是人給的。當我哋有呢個聖靈越多越充滿嘅時候，當我們聖靈越多越充滿的時候，我哋不但止裏面改變，我們不單單裡面改變，我哋有聖靈嘅恩賜，我們有聖靈的恩賜，有聖靈嘅恩膏啊，有聖靈的恩膏，同埋屬地嘅聰明智慧，做嘢凡事都亨通。還加上我們屬地的聰明智慧，我們做事情就凡事亨通了。凡事都唔需要害怕，凡事不需要害怕，剛強壯膽。剛強壯膽。唔夠我哋問阿巴父，你答夠我哋恩典夠我哋，使我哋站立。所以不夠，我們就求阿巴天父，讓我們的靠着他恩典，我們可以剛強站立。最後耶穌順唔順服聖靈呢？最後耶穌順服聖靈嗎？我哋讀呢句，我們讀這一句：耶穌被聖靈充滿，從約旦河回來，聖靈就將他引到曠野。耶穌好啱啱洗完禮，聖靈充滿啦。耶穌剛剛洗禮完，聖靈充滿，喺約旦河翻嚟啊！在約旦河回來，但係聖靈引佢去曠野，但聖靈引導他去曠野，所以耶穌都順服聖靈嘅帶領。所以耶穌也順服聖靈的帶領。所以我哋需唔需要聖靈嘅帶領呢？所以我們需不需要聖靈的帶領呢？需唔需要？需不需要？耶穌都需要，耶穌都需要，佢都順服，他也順服。所以呢個聖靈係一個好寶貴嘅從天而嚟嘅寶貝。所以聖靈是很寶貴的，從天而來的寶貝。佢唔係一樣大能，他不是一樣大能，佢有大能，他有大能。佢唔係慈愛，他不是慈愛，佢有慈愛，他有慈愛。佢唔係單單醫治，他不是單單醫治，佢可以醫治，但他可以醫治。佢係神其中一個嘅位格，他是神其中的一個位格。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聖父、聖子、聖佢會靈，擔憂我哋嘅，他會擔憂我們，所以我哋聖靈亦都會責備我哋嘅，聖靈也會責備我因們，為佢想我哋走正路。因為他想我們走正路。你想唔想成日都有呢個 GPS 喺你裏邊呢？你想不想每天都有這個導航在你裡面？導航器啊 ，navigator in your mind, in your heart。你要不要這個導航的幫助你在你裡面？ He only guide you and bless you and protect you。就是幫助你去保守你，同埋帶領你咧，和帶領你係走去上帝嘅道路。走上帝的道路。Amen。 Amen。 So let's pray。好，我們一起來禱告。主啊，我哋藉着今日嘅分享，主啊，接着今天的分享，更加明白你由創始到最後喺聖經都係好清楚嘅計劃俾我哋。所以明白你從創始到最後都有很清楚的計劃給我們。好多時呢啲嘅啟示咧，要到某種時候咧，你先能夠使人發出亮光。所以在這種啟示，你會到最後才讓人發覺這種亮光。但係一開始你都想每個人有全備嘅祝福。但一開始你也想每個人都有全備的祝福。所以聖父、聖子、聖靈，所以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係神嘅完美，是神的完美。我求主你哋幫助我哋咧，係追求。所以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們有足夠但追求，但未追求之前，我哋要領受。但追求之前，我們要領受。所以聖靈就可以發揮主聖靈喺我哋生命裏邊嘅工作。聖靈這個發揮主聖靈在我們心裡面的工作，使我哋看到天上嘅異象，使我們看見天上的異象，天上嘅東西，天上的東西，天上嘅預言，天上的預言，天上嘅計劃，天上的計劃，亦得到地上嘅祝福，也得到地上的祝福，地上嘅能力。地上的能力。主啊，求你廣寬我哋嘅心，主啊，求你廣闊我們的心，俾我哋有信心，
給我們有信心，亦都求你幫助我哋有順服嘅心，也求你幫助我們有順服的心，預備我哋全然得到聖父、聖子、聖靈。預備我們全然得到聖父、聖子、聖靈。如果今天如果今天你覺得有感動，你有感動，你今天好迫切咁樣想聖靈充滿你，很迫切的要聖靈充滿你，我俾個機會你，我給你一個機會，直至到五旬節嚟嘅時候，直到五旬節來的時候。但係今日但今天你既然有感動，你將有感動，而我哋又願意，如果有願意，如果係你嘅，如果是你，你可唔可以舉舉手啊？你可以舉舉手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主啊，你想我哋有最好嘅，主啊，你想我們有最好的，有不斷嘅能力嘅，有不斷的能力，不斷嘅慈愛嘅。不斷的慈愛。就話弟兄姊妹剛剛弟兄姐妹舉起手嘅時候，舉起手的時候，請佢哋自己放佢嘅手喺佢心，就你自己放到手在他們的心。我哋呼求上帝。我們呼求上帝，聖靈，如果你係真實嘅，聖靈如果你是真實的，我哋聽到你咁多嘅解釋，我們聽到這麼多的解釋，但我要經歷你，但我們經歷你，我不要風聞有你，我們不要風聞有我你，要親眼經歷你。我們要親眼經歷你。如果係你嘅，如果是你的，我哋一齊做呢個祈禱。我們一起來到這個禱告。你話聖父、你說聖父、聖父、聖父、聖子、聖子、聖靈，聖靈，三位一體嘅神，三位一體的神。你差派聖靈有你個目的，你差派聖靈有你的目的，因為你想聖靈永遠與我哋同在，因為你想聖靈永遠與我們同在，所以喺呢個時候，所以在這個時候，我打開我嘅心眼，我打開我的心眼，我打開我呢個心裏嘅器皿，我打開我心裏的器皿，我哋接受你，我們接受你，我哋領受你。我們領受你。主聖靈啊，主聖靈啊，請你嚟充滿我，求你來充滿我，俾我有一個復活嘅盼望，給我有一個復活的盼望，復活嘅靈。復活的靈。喺物質上，我凡事都能做；在物質上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有聰明智慧，有聰明智慧。喺屬靈上，我滿有你嘅果子。在屬靈上，我滿有你的果子。冇錯啊！我哋只能夠介紹俾你。沒錯，我們只能介紹給你。但係你追求嘅時候，當你追求的時候，呢個聖靈就不斷咁樣充滿你，改變你。當你追求的時候，這個聖靈不斷地充滿你，追隨你。就係神喺度使你成長。就是神使你成長。主啊，主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主聖靈，主聖靈，一齊講啊！一起說，主聖靈，主聖靈充滿我，充滿我，帶領我，帶領我，奉主耶穌得聖名求。奉主耶穌得聖名求。Amen。Amen。今日最大嘅母親節禮物就係俾主聖靈。所以今天最大的母親節的禮物就是主聖靈，用之不缺啊！用之不缺。哇！哈利路亞，Amen。哈利路亞，阿門。